2008年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渗透，然后来提供政治现金给马英九去刊登广告。然后国民党现在告诉大家是不用急，我们慢慢讨论，下一届再说。难道我们要在这里下一届交给吴思怀、交给邱毅等人来审查我们的反渗透法吗？院长，各位同仁，作为民进党党团的三长，而且身为内政委员会的召委，我想有必要再把一些事情厘清。这个案子从上个会期5月31号就有时代力量的版本跟民进党版本已经送到内政委员会了，这是5月31号到现在。那期间呢，有各个委员提出来的，各个党团提出来各种不同版本，然后连同国民党最后提出的所谓反并吞中华民国法，总共12个法案。那这些法案呢，其实在内政委员会我们也召开委员会的公听会。那林威洲委员作为内政委员会另外一位召委，他也审查过其他的法案，不是从来没有讨论过。那为什么这些事情，这个反渗透法会在11月29号提出，会要求逕付二读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前面的法案分别被国民党提出复议，就是如此而已。那我们来把反渗透法解释清楚。其实反渗透法非常清楚，要有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你必须要有渗透行为；第二个部分，你必须要有违法行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接受中国或者境外敌对势力的所谓的指示、委托跟赞助，这个叫渗透行为。然后你从事违法的工作，包括买票啦，包括反对集会游行啦、破坏集会游行啦，这些所谓的违法行为。所以把这2个加起来，既有渗透行为，既有这个违法行为，才是反渗透法规范的目标，才是反渗透法规范的对象。这是在民主社会里面最小限度保障、避免我们的民主机制被中国渗透、被中国破坏，利用民主反民主。那这不就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做的事吗？刚刚管委讲得非常清楚，2008年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渗透，然后来提供政治现金给马英九去刊登广告。然后国民党现在告诉大家是不用急，我们慢慢讨论，下一届再说。难道我们要在这里下一届交给吴思怀、交给邱毅等人来审查我们的反渗透法吗？那所以我们要讲得非常清楚，反渗透法就是第一个你要有渗透行为，第二个你要有违法行为，这样你才是符合反渗透法的规范。那如果没有这些行为，请问国民党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所以我们这里要讲清楚，没有任何违宪的问题，国民党举不出一条违宪在哪里，违哪一条线？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，只因为你害怕这样的行为不能再做了，这样的行为不能再做了，不能再听从中共的指示、委托或赞助来从事违法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，共同支持民进党版的反渗透法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李委员。